中东的战争也未拍煞，这油价是一直落袂落来。有几若间航空公司拢宣布要调悬票价，若咱台湾的航空业者是按算看情形来调整。有专家就认为讲，若准讲这国际油价一直拢降袂落来，安尼机票是有可能会阁贵1成至2成。 中东战争什么时阵结束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已经收到伊朗更较好的提案。不过，战争欠悬的国际油价一直咧震动，布兰特原油每桶高登到$100以上。专家分析，国际油价要在短时间内回档啊，一万有难度。 今年全年的平均价格，布兰特原油每桶大概在96块左右。那相较于2024年跟2025年，其实是很明显的涨幅啦。 国际油价降袂落来，航空业成本压力继续欠悬。阿联酋航空已经启动全航点票价调整，另外中东的阿提哈德航空直接提悬燃油附加费，大北飞阿布达比航线单线经济舱为$160起到$190，起18.8%，因为航空燃油附加费占航空公司营运成本25到40%。明年来燃油成本继续提悬，航空公司无排除5月个调整票价。 会出国的还是会出国啊，对啊，不会在意那个价钱。有预期会涨，可是涨太多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出国的打算。最近航空公司第4月初调整燃油附加费，帅气是不是搁调整？华航回应会关注油价走势，燃油附加费会依照相关机制提报民航局，看油价变化适时调整。政府也是照航空燃油公告介绍，照民航局规定调整设备，当然照民航局收取标准，每个月会测中油公告，国际线燃油牌价给付表来定收。 持续这样的话，有可能它的调整会在10%至20%。中东战争和航空业面临燃油附加费的冲击，反映高油价营运成本压力。即马晓热旅游大月都要到啊，是不是冲击出国机票的价格？关系民众真低啊？记者综合报道。